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，各位中意奇幻動漫嘅朋友，今日同大家深度介紹一套堪稱日本奇幻動漫鼻祖嘅經典作品《羅德島戰記》。呢套作品唔單止開創日系奇幻動畫先河，更加憑住宏大世界觀、蕩氣迴腸嘅英雄故事同靚到癲嘅畫面，成為無數動漫迷心中永遠唔會被取代嘅神作。今集同大家一齊走進呢片充滿劍與魔法、神與魔物嘅詛咒之島。首先同大家講下《羅德島戰記》嘅誕生同基礎背景。呢套作品改編自日本奇幻文學之父水野良嘅小說，早喺90年代初就推出動畫 OVA， 後續亦都有電視動畫同各種衍生作品，風靡整個亞洲動漫。好多人接觸嘅第一部日系奇幻動畫就係《羅德島戰記》。佢將西方奇幻入面嘅精靈、蟻人、魔法、龍、騎士同魔物，同日系動漫獨有嘅情感敘事完美融合，打造出一個真實又震撼嘅幻想大陸。就算放到而家睇，依舊毫不過時。講到香港觀眾嘅集體回憶，就一定要提 TVB 翡翠台嘅播放。90年代中期，翡翠台分別播咗《羅德島戰記》、《灰色魔女傳》OVA 版同埋《羅德島戰記：英雄騎士傳》電視版。柏恩、蒂德利特呢啲角色聲線深入民心，直到而家都仲係好多動漫迷心入面最珍貴嘅童年片段。講到《羅德島戰記》，一定要先了解佢超宏大嘅世界觀。故事發生嘅舞台叫做羅德島，呢座島本來係大陸一部分。遠古時期，創造之神同破壞之神展開終極大戰。破壞神臨死之前對呢片土地落下強大詛咒，大地母神為咗唔讓詛咒蔓延全大陸，用盡全身力量將呢片受詛咒嘅土地分割出去，變成一座獨立島嶼，後世就稱之為羅德島，亦都有人叫佢做被詛咒之島。呢座島上面住滿人類、精靈、蟻人、妖精唔同種族，亦都分布住多個王國。好似正義嘅代表雅利斯王國，軍力強大嘅卡洛王國，充滿黑暗力量嘅馬莫帝國，仲有沙漠之中誕生嘅弗雷姆王國。每個勢力都有自己嘅信念同目標，種族之間有和睦相處，亦都有矛盾衝突。再加上遠古遺留嘅魔物、神蹟同魔法秘寶，令呢座島隨時隨地都會爆發驚天動亂，亦都孕育出無數英雄傳說。接下來重點講下《羅德島戰記》嘅核心劇情。整個故事圍繞住兩段關鍵戰爭同新一代英雄嘅成長展開，層層遞進，扣人心弦。第一段關鍵歷史就係魔神戰爭。好多年前，有人為咗貪圖力量，解開深淵迷宮入面嘅魔神封印，無數魔物傾巢而出，席捲整個羅德島，生靈塗炭。各個種族面臨滅頂之災，為咗對抗魔神，人類、精靈、蟻人放下種族偏見，聯手抗敵。經過3年慘烈戰鬥，最終6位勇者闖入魔神巢穴，擊敗魔神王，成功封印魔神。呢6位勇者就係後世流傳嘅6英雄，佢哋嘅事蹟變成羅德島上最動聽嘅傳說。呢6位英雄各有特色。有手持聖劍守護正義嘅騎士法恩，有實力超強、性格狂放嘅暗黑霸王貝魯特，有精通所有魔法嘅大賢者厄特，有守護大地母神嘅神官尼斯，有蟻人國王弗雷貝。佢哋聯手拯救世界，但各自嘅信念同選擇，亦都為後續嘅動亂埋下伏筆。魔神戰爭結束30年後，羅德島表面恢復平靜，實質暗湧不斷。暗黑之島馬莫帝國嘅皇帝，正係當年6英雄之一嘅貝魯特。佢為咗完成心願，亦都為咗結束羅德島長期分裂混亂嘅局面，率領暗黑騎士同魔物大軍展開統一羅德島嘅戰爭。一場席捲全島嘅英雄戰爭就此爆發，亦都帶出本作品主角柏恩嘅冒險故事。柏恩本來係羅德島邊境小村莊嘅普通少年。佢老豆曾經係正義騎士，卻因為種種誤會被剝奪騎士身份，最後為守護村民戰死。柏恩從細就以老豆為榜樣，一心想成為守護身邊人、伸張正義嘅騎士。
佢心腸善良，充滿勇氣，就算一開始實力唔強，卻從唔退縮，為咗守護家園，亦都為咗證明自己心中嘅正義，毅然踏上冒險旅途。喺冒險路上，柏恩結識咗一班生死與共嘅同伴，每一位都性格鮮明，成為故事入面不可或缺嘅重要角色。第一位要講嘅就係高貴美麗嘅森林精靈蒂德利特。精靈族擁有悠長壽命同超凡魔法力量，向來唔太同人類來往。蒂德利特對人類世界充滿好奇，主動離開精靈森林，加入柏恩隊伍。佢樣貌絕美，魔法實力強勁，一開始對人類帶有偏見，慢慢被柏恩嘅善良同執着打動，一路陪伴柏恩闖過無數難關。兩人之間細水長流嘅感情，亦都係故事入面最溫暖嘅部分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侍奉至高神、心地善良嘅神官埃特，精通各種魔法、博學多聞嘅魔法師史列恩，身手敏捷、重情重義嘅盜賊伍德傑克，身材矮小、力大無窮、擅長打造武器嘅矮人吉姆。一班人來自唔同種族，有住唔同目標，卻因為正義同友情走在一起，互相扶持，對抗無數危機。佢哋一路對抗馬莫帝國嘅暗黑軍團，破解各種陰謀詭計，見證王國之間嘅征戰同百姓疾苦。柏恩亦都從一個懵懂少年，逐漸成長為真正嘅勇者。佢哋不單止要對抗強大嘅魔物同馬莫軍隊，仲要面對藏喺戰爭背後操控一切嘅灰色魔女卡拉。卡拉係整部作品入面最神秘嘅存在，佢擁有不滅靈魂，不斷奪取他人身體存活。幾千年來一直操控羅德島嘅歷史，刻意挑起各種戰爭，認為只有戰爭先可以讓世界保持平衡。無論係魔神戰爭定係英雄戰爭，背後都有卡拉嘅推手。佢係所有動亂嘅源頭，亦都係柏恩一行人最大嘅敵人。英雄戰爭後期，柏恩同同伴聯手弗雷姆國王卡修，一同對抗馬莫帝國。卡修本來係普通傭兵，憑住自身實力同智慧建立弗雷姆王國，係一位一心為民嘅賢君。佢同柏恩互相欣賞，並肩作戰。呢場戰爭之中，當年6英雄之中嘅貝魯特同法恩展開終極對決，最終雙雙戰死，英雄戰爭就此落幕。但羅德島並未迎來真正和平，英雄戰爭結束幾年後，新嘅危機再次降臨。馬莫帝國黑衣騎士阿修拉姆為咗完成貝魯特遺願，四處尋找可以統治羅德島嘅遠古秘寶支配權杖。呢個權杖由強大嘅火龍神希之星守護，藏喺險惡嘅火龍山深處。阿修拉姆實力超強，意志堅定，雖屬暗黑陣營，卻有自己嘅騎士信念，並非大奸大惡之人。為咗阻止阿修拉姆奪取權杖，避免羅德島再次陷入戰亂，柏恩同蒂德利特、卡修等人再次踏上旅程，前往火龍山同阿修拉姆展開終極決戰。呢一段劇情充滿緊張刺激嘅打鬥場面，無論係人同龍之戰，定係兩位強大騎士之間嘅對決，都畫面震撼，睇到熱血沸騰，亦都係整部動畫入面最經典嘅篇章之一。除咗柏恩呢一代英雄，羅德島戰記仲講述咗新一代勇者嘅成長。少年史柏克以柏恩為偶像，努力成為見習騎士。偶然之下捲入針對遠古秘寶嘅爭奪，踏上屬於自己嘅冒險，對抗企圖復活邪神嘅邪惡魔法師，最終繼承英雄意志，守護羅德島嘅和平，讓呢片土地嘅英雄傳說得以延續。講完劇情，再同大家講下羅德島戰記入面超經典嘅設定，就係守護遠古秘寶嘅5色巨龍。呢5條巨龍係遠古神戰之後殘存嘅強大生物，分別係火龍神希之星、水龍艾勃拉姆、金龍麥仙、冰龍布拉姆德、邪龍那斯，每條龍都守護一件可以統治天下嘅太守秘寶。佢哋實力強大，性格各異，有的對人類友善，有的卻兇殘嗜血，成為羅德島上面最神秘又最強大嘅存在。無論係動畫入面巨龍展翅、噴出毀滅火焰嘅畫面，
定係勇者挑戰巨龍嘅驚險場面，都堪稱動漫史上面嘅經典鏡頭，就算經過幾十年，依舊讓人記憶猶新。再同大家講下羅德島戰記到底憑住咩成為經典之中嘅經典？就算過咗咁多年，依然被無數動漫迷追捧。第一就係佢超完整、超宏大嘅世界觀。水野良用極多筆墨打造羅德島呢個世界，從遠古神話、歷史戰爭、種族文化到各個王國嘅勢力鬥爭、魔法體系、魔物設定，全部都有條有理、細緻完整，唔會有任何邏輯漏洞。觀眾睇嘅時候會完全沉浸喺呢個真實又奇幻嘅世界入面，仿佛自己真係置身羅德島，跟住主角一齊冒險。第二就係飽滿立體、讓人難忘嘅角色。羅德島戰記入面，無論主角定配角，甚至係反派，都唔係單純嘅好人同壞人可以定義。主角柏恩唔係天生強者，佢有迷茫，有軟弱，但從不放棄心中正義。呢種真實嘅成長讓人超有代入感。反派亞修拉姆貝魯特雖然站喺人類對立面，卻有自己嘅信念同執着，有悲傷嘅過去同無奈嘅選擇，讓人可恨起來，甚至心痛。每個角色都有自己嘅故事同情感，友情、愛情、親情、信念、責任，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，讓呢班勇者唔再係單純嘅動漫人物，而係有血有肉，讓觀眾可以同佢哋共情。第三就係超高質素嘅動畫製作同音樂，90年代嘅動畫技術遠遠比不上而家，但羅德島戰記嘅畫面卻精緻到極致。無論係壯麗嘅羅德島風景、森林、火山、城堡，定係流暢帥氣嘅打鬥場面，精緻細膩嘅人物畫風，都堪稱業界頂尖。尤其係精靈替德里特嘅造型，溫柔又高貴，成為無數人心中嘅初代動漫女神。第四就係作品入面深層次嘅主題。羅德島戰記唔單止係簡單嘅勇者打魔物、拯救世界嘅故事，佢探討好多深層次嘅問題。正義同強權到底邊個先可以帶來和平？戰爭嘅意義到底係咩？種族之間嘅偏見應唔應該存在？每個人為咗自己嘅信念戰鬥，到底邊個先係正確？作品唔會俾出絕對答案，而是透過主角一行嘅冒險，透過各個角色嘅選擇，讓觀眾自己去思考。柏恩拒絕成為國王，選擇做一名自由騎士，走遍羅德島，守護每一個需要幫助嘅普通人。呢種唔追求名利，只堅守內心正義嘅信念，亦都讓呢部作品超越普通奇幻動漫，擁有更加深遠嘅內涵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下，《羅德島戰記》係一套咩樣嘅作品？佢係日系奇幻動漫嘅開山鼻祖，奠定後續日系奇幻動畫嘅基礎。佢有住史詩級別嘅故事同世界觀，震撼人心嘅戰鬥，溫暖動人嘅情感。今日關於《羅德島戰記》嘅介紹就到呢度。多謝大家收看，中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籬個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